某某，你怎么啦？怎么看起来烦意的样子啊？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你现在看起来臭嘟嘟的脸，就是烦意、不开心啊。哇，外面下雨下好多天了，害我都不能出去玩，所以烦意。没关系啦，某某，就算下雨，我们还是可以在家里 Q 哈告啊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 Q 告要告谁呀？还有不是啦，Q 哈告就是一起玩的意思。彤彤姐姐，那我们快点来 Q 哈告吧！每天都在家里发呆，我都要发霉了啦！发霉？我来了，彤彤姐姐，我带了新玩具，要来跟某某一起玩哦。真的吗？我要玩，我们快点来 Q 哈告。某某，你现在终于会 sell 啦 ！sell 就是笑的意思。某某听到要玩玩具，就高兴的 sell 了。彤彤姐姐，烦喜，不开心。烦喜，不开心。sell 笑 ，sell 笑。我烦喜。某某刚刚把我放在桌上的饼干吃掉了啦。亮亮，那个饼干好像是我吃的，对不起啦，不然我亲你一下当赔罪好了。今天好幸运哦！秀蕾，太好了。Q 哈告，一起玩。Q 哈告。一起玩，彤彤姐姐，我们来 Q 哈告。好啊，那要 Q 哈告嘛给呢 ？Q 哈告，画画的游戏。好哎，那要画在哪里呀？在你脸上。不要。烦喜的时候跟朋友一起 Q 哈告是很开心的事情哦。小朋友要记得每天都要 sell 才会很可爱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